所有求救上主的人，以及因亲近，以亲近诚实求救伊的人，敬畏伊的人，以为互因的心愿实现，各会听因的求救来拯救因。咱三个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174首，圣诗174首，人若结连伫主耶稣，请起立。咱三甲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伫万人中无嫌阮的含万不足、误会、罪性，又愿互阮有机会通成做你的囝儿，伫你的听的应允，安然快乐地过日子。感谢你，互阮有这款的福分，伫抬杠坐主日的时，阮除了感恩、搁深思。伫你的面前，阮所做会无够业。你爱阮照你的旨意去行，佮将福音传互人，总是阮却定定无安尼做。爱阮行会好，无去做；无爱阮做会歹，却偏偏去行。主啊，阮佮一摆恳求你赦免阮的罪。阮会当不时，阮会当不时着善思你的教导。伫生活中行出信仰，互甲阮接触的人会当看出阮是你学生，也欢喜甲阮做伙来行天路。主啊，阮犹原少年香港的人民，伫坚守自由、人权所做出的打拼甲牺牲，恳求你壮因的胆，也帮助因早一日获得到有自由。佮有人权的生活，恳求你也开启台湾人的心眼，通过安尼明白中国霸权的可怕。真少真无容易，则得到的自由佮人权，无受不当利益的诱惑，无为少数人的私利，坚决伫未来的大选，勇敢正确用选票选出挺台湾的政府。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也是你所疼痛祝福的国度。阮相信你要掌权，帮助阮行出国际的舞台，成做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伫天气转换变化正大时，阮感谢你会照顾甲扶持，互阮的身体永远无拄着恶淡等的事。也伫变坏时所带来的无爽快，阮的躯体有破病的，恳求你通过医生提供适当的医治，互因甲医疗，互因早一日获得健康。有事实的，恳求你亲自安慰、扶持、帮赞，刺激因毋甘弱势。阮的祈祷无完全。这个时阵，我要同齐用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阮愿你的名圣，你福临到，你的旨意去成，天灵像伫天灵。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
亲像我下面5元的人，无伫带阮一起，就叫阮看你咧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下面咱来交托启文，启文第10篇，记载伫圣诗后面第14页。启文第10篇，记载伫圣诗后面第14页。很好，我来启，请大家来用。我把吞论听候耶和华，伊对虫惊会含起，对土地中牵我起来。伊互我喙唱新的歌，济人要看起来敬畏，独独我靠耶和华，以及偏远附近的人，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所行的奇事，以及你对每位对你排列。这事甲礼物你无欢喜。迄时我讲，你看我来啦。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欢喜谈。你的律法伫我的心内。咱过来三个吟诗，学了上帝圣诗241首 A， 圣诗241首 A。我做激动，袂得提示，请起立。
咱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变世界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教会，圣路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下面赞美圣乐队要用抬杠节。玫瑰花来带咱来敬拜。有信心，咱所听见的，有甚物人相信啦？耶和华会伸手万甚物人显现啦？因为伊要亲像真正的影，也要亲像棍发出伫大地，对亚西的树头要发一支影，对伊的棍所生的枝要结果子。这就是万军的耶和华所讲的。这就是我迄个称做树枝的仆人，伊要对伊的拳头发出来，伊要去做我的教会。下面咱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
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现代中文译本第2页，台语和日本是第1页。希律最旺的时，耶稣伫犹太的伯利恒出世。有几来先上家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因问讲：迄个出世做犹太人的王的伫什么所在？阮有看到伊的星出现，专工来要拜伊。希律王听到，心内着急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嘛是安尼，伊就调集所有的祭司长甲民间的经学教师，问因讲：基督应该伫什么所在出世？因应讲：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有安尼记载，犹太地区的伯利恒啊。你伫犹太城市中，毋是上美色的，因为有一个领袖会对你遐出来，伊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希律就暗中调迄几个先上家，详细甲因问迄粒星什么时出现。后来伊找因去伯利恒讲：恁去详细查看觅。恁去详细查问关系迄个细汉囡仔的事，找着就来报我知，我嘛通去拜伊。因听王的话就去。因伫东方看到迄粒星，最头带因来到迄个细汉囡仔的所在，就停伫顶面。因看到迄粒星，非常欢喜。因入去厝内，看到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就趴落去拜伊，然后开因的宝盒，将黄金、乳香甲物药做礼物献互伊。后来伫迷梦中，上帝指示因毋通倒去希律遐，因就对别条路倒去本国。下面信息也是圣经人物的系列第15。东方的访客，那么请主任牧师、蔡牧师来宣讲。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大港节期的第1礼拜，咱真欢喜，咱组织伫圣殿中间来敬拜永活的上帝，而且用感谢的心，感谢上帝赏赐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互咱的性命有盼望。咱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搁一遍引带阮来到你的面前。主，阮恳求你透过今日圣经的信息，搁一遍来激励阮，互阮哪明白你的心意，哪照你的心意行，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也互阮领受祝福。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今日咱所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书记载有关耶稣出世的时阵所发生的故事。这段故事我想咱拢真熟，咱简单来看哈。这段故事咧讲希律最旺的时，这是大希律。伊当伊咧最旺的时阵，耶稣出世伫伯利恒，有几个东方来的星上家哈，在和合本的圣经翻译做博士，因来到耶路撒冷。因就问希律讲：迄个出世要做犹太人的王伫倒落？因为阮伫东方看见伊的星，特别来拜伊。啊，去问这个希律王吼，迄个出世要来做犹太人的王。希律王伊心肝会想讲啊，我就是犹太人的王，还有一个出世要来做犹太人的王吼，这是对伊来讲是一个，互伊感觉真不安的消息吼。因为咱若对历史中间来看，这大希律吼。是一个真高万度，对别人真高猜疑的人，特别吼，伊上惊人要夺出伊的王位，
所以因为安尼吼，伊开始伊家己生个囝，因为伊若知影伊个囝有想要倒无伊个王位吼，伊就要来杀掉吼。所以当即个东方个博士来找希律来讲，迄个出世要做犹太人个王伫倒落，希律心中就感觉真不安呐。也因为伊不安吼，一个有权力个人，伊若不安吼，规城个人拢感觉不安。一般的主理学会咧教册时，拢会将即个东方的博士吼讲做三名吼。咱看这图拢画三个啦吼。其实圣经内底无讲几个，因若讲几个人吼。所以后来为什么变三个？可能甲因带来三项礼物有关系吼。但是不管安怎，就是这东方这博士吼是指有智慧的人吼。因相信透过即个星象的观察，会当了解人的未来的命运。特别因看去着东方即粒星吼出现是一个真理的主、救主的星出现，所以因用较无的心来到耶路撒冷，要追求即个救主。吼，当因来希律问讲安尼时，我拄则讲过，希律的心会感觉不安，伊就马上找专家来问。吼，这专家就是当时阵的祭司头，加这民间的经学教师。因是专门咧研究犹太人的圣经，所以希律就问讲：照圣经的记载，基督会降生伫什么所在？因马上有标准答案，因讲会降生伫犹太的伯利恒。因为伫先知米迦的第5章第2节讲犹太地区的伯利恒啊，你伫犹太城邑中间毋是上介细，因为有一个领袖要对你遐出来，伊要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所以因知影这答案就是伯利恒吼。所以希律知影这个代志了，伊就找这个东方的这博士吼，来详细来询问讲迄粒星出现的准确的日子，然后讲照经典的记载，基督的出世伫伯利恒。恁通好去找迄个细汉囡仔吼，去伯利恒找迄个细汉囡仔，找着了。就来向我报告吼，比如讲我通好去拜伊啦吼，其实伊心内是讲我通好去杀伊啦吼，因为希律若要夺出伊王位的人，一定爱杀蛋杀吼，所以伊就找见这博士去找耶稣，就伫这个时阵吼，因伫东方所看到迄粒星佫出现，就一路引带因来到耶稣出世的所在。因看见耶稣出世伫即个住伫即个厝内吼，即个时阵吼，耶稣已经离开伊打出世的即个马座吼，入来一间厝内吼，因就看入来即厝内看到耶稣甲伊的老母玛利亚，因就拍拜即个囡仔，然后拍开因所带来的礼物，有黄金、乳香甲物药即3项礼物献互耶稣吼，然后上帝伫因暗时的时阵，因眠时，因的面梦中间指示因毋通回去见希律，所以因就对另外一条路，回去家己的故乡。今仔日咱要先对东方的博士来学习吼，后礼拜咱要来看其他的人物吼。第一项咱要来学习的就是吼，咱看见着东方的博士，因的心智是一个敬虔刻薄的心智，咱来理解吼，这博士吼，因可能是外邦人，因可能是对波斯来，但是因超越过种族血统甲因的宗教，因可能毋是信犹太教哦，所以因对旧约的经典无清楚嘛，因是别种宗教的。但是因知影，这个世间有一个救主要产生的时阵，因甘心放了一切来追求这真理的主，就是要见伊一面，将礼物送互伊，因就心满意足。所以咱看见着因心中迄种敬虔刻薄的心，甘心放了一切。因可能有真重要的代志爱做，因有真好的工作爱从事，但总是因俩见救主一面，看做上界重要，所以甘心放了这一切来找救主。这是咱来去学习的第一项。你对耶稣基督教有迄种热切追求的心，
其实咱来理解来讲，所有认爱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人，伊拢会当甘心放下一切，为着要满足救主的需要。咱看见着真济宣教师拢是即款的心志。咱前几天报纸有一个新闻，毋知大家有注意吼。伫11月15，即个毕加斯遗书，这是一个宣教师。11月15，伊安息主怀，受主恩调。伊拢总话93岁。伊伫少年的时阵，就读一本宣教书所写的册，所以伊对迄个心中就充满对迄个宣教热切的愿望。伊感觉讲，耶稣基督拯救伊，所以伊应该爱对耶稣基督的听有一个回应。所以真少年的时阵就讲我好好来装备我家己，将来我也要亲像这宣教书相款，出去国外宣教。伊本国是伫这挪威的所在。结果伊后来，虽然家庭真丧凶，但伊真认真拍拼吼，所以伊去读医学院，后来得到受到这医师的装备。27岁的时阵，伊当结婚无偌久，娶24岁的太太，两个人做伙来到台湾。因来到台湾，因为伊有医疗的这技术甲背景，所以伊就去到乐生疗养院去遐服侍。当时乐生疗养院收容大概1000多个这麻风的病的这患者。咱理解1000多个人，伫当时阵麻风病是种会传染的病吼，所以1000多个人被组织，那亲像一个小小的这个社会共款。所以内底有真济这个问题吼。一个外国人，迄个时阵当来到台湾，台语嘛无啥会通。伊爱负责去管理、去协调、去医治这些病人，所以拄着真济困难的代志，特别是管理这些病人。伊都为着这代志咧烦恼，因为伊家己好像无法度甲这些病人伊受这些病人的临动，所以伊真尽力。有一天拄咧烦恼这些代志咧祈祷的时阵，突然间伊伫办公室外面听到有人咧喊救人，有人喊救人啊救人啊！伊一出去发现有一对病仔囝男做伙这囡仔两个人拢是麻风病人这囡仔摸伊的老爸，老爸因为破病才有气切呼吸强要断气安尼，呼吸袂过来伊起来检查，原来是伊有迄个真高的这痰气条伫这气管的中间所以无法度呼吸这时阵，伊若想讲，伊若搁转去摕迄个医疗的物件来搁转来这病人就可能无命而且人会感觉讲，是要倒片所以伊就观察发觉讲，这病人有挂一个尿袋有一个尿管、尿管，伊就起来手轻轻的用喙去吸这个痰来吸起来吸3遍拢吐伫伊的这个手帕顶面手巾仔顶面。就安尼，这个病人叫救活起来。咱来理解，迄个时阵四周围拢围满这麻风病的病人。大家讲靠这款的医生，伊知影麻风病是会传染的，竟然用这款的方式去救这个病人。所以对安尼开始大家就感觉讲，这医生真正是真关心伊，甚至会当冒着家己性命的危险来救治因。所以到落尾就伫遐管理了真好，经过一段时间了，伊就决定要去到屏东的所在，伫屏东基督教病院去遐继续伊的服侍工作。就到屏东伊嘛继续咧从事关心这有较严重的皮肤病的这人，当然伊上时协助这屏东基督教病院，关系伊的故事有真济真感动人的见证。我讲一个互大家分享就是有一天，有一对夫妇来拜托伊。这个太太已经破真重的病先生来讲，已经找这屏东所有的病院拢拒绝要收伊因为迄病伤重拜托伊来接受。伊发觉伊是得肺结核佮并发这个肾衰竭的病可能真严重但是医院来收留无想到下晡迄个妇人人就过身去
但是即个先生真感动，讲互因太太会当安尼真安然伫病院内底过往吼。但是伊着到尾来，即个毕加士医师讲，我拜托你一件代志吼，因为伊是住伫迄个屏东的枋寮吼，一个小小的庄社。伊讲，阮迄庄社的人吼，有一个迷信吼，人若伫外口过身吼，遗体袂当送回去家己的厝里。爱伫迄个庄社外面搭一个寮啊吼，放伫咧外口，吼，这是因的风俗啦。这毕师讲，靠世间靠有即个款的风俗吼，但是伊就知影讲，即个人需要帮忙吼。伊讲拜托你，敢会当吼，甲我做伙请车吼，咱若阮太太遗体吼来送回去。叫因就叫一台车，迄个阵可能屏东病院可能无迄个救护车吼，叫一台计程车来吼。叫计程车讲，看伊用迄个布吼，安尼来包起来吼，伊就讲要坐伊的车，伊讲讲我无要来载吼，那人知影我即台车载过死人吼，无人敢坐我的车啦，吼，所以无法度吼，伊就即个先生就拜托伊讲，我看外面有一车奥多拜吼，迄敢是你的啦，吼，秘书讲迄我会对啦，伊讲吼，你敢会当拜托你用奥多拜来我载转去啊，吼，秘书伊的个性就是讲人来拜托吼，伊拢无咧人拒绝的。所以就找迄病院的陪单吼，带伊来迄个尸体绑做伙吼，然后伊的身躯较坐伫后壁面，用伊的奥多拜徛，迄个时阵咱台湾抑个是戒严时期，暗时爱去申请迄个戒严令的迄个通行许可证，因为迄阵讲路头拢有，抑个有迄个军人咧查吼，就去申请迄许可证吼，然后伊就徛迄台奥多拜吼，伊讲奥多拜毋是真好奥多拜啊。佮惊讲徛到一半吼，若歹去安尼就无法度收煞吼，所以就慢慢徛，慢慢徛，对半暝12点，徛到早起是4点，对屏东徛到枋寮的所在。然后因为迄个时阵大家拢还咧困嘛，因就安静将即个遗体送去到门口口。即先生讲你小等一下吼，伊入面吼，咱台湾人有迄个习俗。迄个风俗讲爱来迄个神明先用布盖起来，盖起来了遗体较送入去，吼即个时阵较天光。第二天，即个先生吼去来隔壁的人讲，阮太太昨吼用临终吼，所以因对外口来送转来时吼，伫厝里吼较长气吼。讲感谢讲屏东基督教病院有一个医生遐尼好，佮陪因转来。后来，因咧规村的人讲，组一个拜访团来感谢吼，当时的报纸佫报出来吼。所以这就是宣教士来到台湾因的精神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看，一个认捌救主的人，有救主的听的人，伊是甘心放了一切。牧师不止一遍甲大家讲，这宣教士若伫因的国内，因毕加士医师若伫挪威，伊做医生。可能有人生有真好的发展啊，但总是伊甘愿来到咱台湾这个所在，服侍咱台湾的人。这是这款甘心放下一切的精神，这是咱值得咱学习的。第二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这阵这个东方的博士吼，因为这种精神，就是讲无见到救主，因唔甘愿啊，所以因无放弃，就是要找求救主，找求迄个生命的救主。伫规个故事中间吼，有一个对比吼，就是东方博士甲即个祭司长甲文士吼。咱理解东方博士，那伊是对波斯来，那根据迄个地理吼，对波斯到伯利恒爱经过1600公里。咱理解伫2000当前吼。你若要旅行1600公里，迄是爱经过偌济计划？迄可能毋是3个人做出来尔，因爱准备真济粮食，爱计划讲要伫倒休困，吼，可能整个过程爱3个月到半冬的时间，才能对波斯行到伯利恒。所以因准备真久，千里迢迢1600公里来到伯利恒的所在，要见救主一面，送伊礼物。即几个祭司头甲经学教师，
因读旧约圣经，知影基督的降生伫伯利恒，伯利恒离耶路撒冷只有8公里到10公里，若比1600公里，迄是天差地会近，但是因无一粒较无心要去找耶稣，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对比。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今仔日要做东方的博士，还是你要去做经学的教师？耶稣基督是咱的救主，咱要付什么款的代价来条件伊？最近天气较渐渐咧冷啊，可能礼拜起早起时起来，天气寒冷你想讲我搁困一下眠少配较少较好反正7点半迄场袂赴，搁有9点搁有一场看8点50无搁听候10点半搁有一场一困醒起来时阵到中昼拄食饭可能咱会有即款的心态但是你要理解我咧看一寡台湾早期的教会文献的时阵我捌看到一个文献，就讲早期伫即个公仔南的所在，公仔南是伫台南的左镇附近新华左镇附近的一个山林的一个庄舍后来因得到福音了，迄个所在抑阁无礼拜堂因即个庄舍内底有一个李家是真算蒙族因信耶稣了迄个当地无礼拜堂因捌为着要礼拜对公仔南一直行路行到当时阵的基后教会我用迄个 Google 来查那即摆你若要行爱行11点钟过51分钟啦用即摆行，但是即摆路甲迄阵的路无共款，迄阵爱搬山过岭所以因是安怎去礼拜？因礼拜日礼拜六早起时天未光的时阵出发炸4项物件，第一项炸火把火把就是要暗时要行路爱照第二炸武器，因为经过即个旁远的即个山地的所在第一有可能拄着野兽，第二有可能拄着抢劫的人所以第二项爱炸武器第三项爱炸牛尸因为爱行来回爱行3工所以有时爱炸鼎爱炸米爱一路安尼食饭的时阵就爱煮饭第四爱炸一只粉鸟为虾米？因为到期后的时阵爱把这粉鸟放倒来报平安所以拜六天未光的时阵开始出发，行到礼拜日下早起才到做礼拜，下早做一场，下晡做一场，做了后较搁用行，等于到公仔南的所在继续做事。所以咱今仔日咱有的坐捷运来，有的坐公车来，有的家开车来，真方便但是敢会因为安尼会方便，互咱失去较无的心？这是咱来去反省。第三项，咱对东方的博士，咱嘛爱学习一点，就是讲，在这段经文中间，咱看见博士因看到异象有星来引传，但是因对旧约圣经无信嘛，所以嘛需要这捌圣经的人来帮助伊。这互咱一个真好的提醒。任何接受任何异象，你心中有任何的感动，也是爱等爱到圣经中间来印证。当然，咱看见着经学教师这时头，因拢对圣经真熟，但是因实践袂出来。但是上时咱有异象，咱嘛爱经过圣经的帮助。所以这是为什么查经班遐尼重要，读圣经遐尼重要。追求异象，佮需要上帝话的帮助。这是第一点。第二大点，咱看起着这阵东方的博士因有一个真重要的生命特质，就是因无惊管制，因敬畏上帝因只听上帝的话，无听仆君的话当希律大人讲恁先去找耶稣，找到了，甲我讲这个消息，我通好去拜伊。但是后来上帝来启示讲迄是歹人，伊是要去杀耶稣，因就对另外一条路转去。咱今日看这经文写起来真简单，但是你要理解呢，
伊若当去找希律吼，希律可能真心肝真欢喜吼，因为伊顺服伊嘛，可能互伊真侪礼物，真侪财宝。啊，但是因若对另外一条路转去，有可能得罪希律，跟希律的人对杀的。所以你要理解，因是做一个真重要的决定，因决定要听上帝的话，不要听暴君的话。所以今仔日咱生活伫即个自由民主的台湾，可能毋免阁再伫信用顶面受到政治力的压迫。但是有两项牧师爱大家提醒。第一项，咱有哪会纪念遐个生活伫真恐怖的统治者的控制的中间的这百姓。今仔日有世界伫真侪所在，因为因信靠上帝、信仰耶稣，爱受迫害。咱爱理解这点，毋是亲像咱今仔日遐尼自由。所以咱爱常常去关心这个代志，替这个国家的百姓，替这个国家的基督徒来祈祷。第二项，咱嘛爱去反省。虽然咱今仔无暴君咧控制咱，但是咱要理解一点，今仔可能有真济无形的力量咧控制咱，咱爱真心去了解。这个统治咱可能伫咱的生命中间有充满真济。到底咱的生命中间有啥物回事取代上帝做咱的王咧控制咱的代志？可能是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的地位，拄着要选择的时刻，你敢有要亲像东方的博士同款，选择顺服上帝，无顺服这个控制的力量，这是咱爱思考的。最后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当这个博士看见着耶稣了，因献三项物件，这三项物件拢有代表特别的意思。第一项，因献黄金。耶稣，这是代表耶稣的尊贵，伊是一个君王的地位。咱来理解，耶稣虽然伊在世的时阵，伊拢无登基做王，但是咱来理解，耶稣毋是用武力来征服，毋是用政治力来统治，伊是用疼来治理伊的国度。伊毋是坐伫国王的宝座顶面，伊是为咱坐伫十字架顶。来统治咱的内心，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有亲像东方的博士准备这礼物献给耶稣，你愿意尊耶稣基督最大，互伊来做你心中的王，这是咱大讲者爱思考的第一项代志。第二项代志，因献上乳香，乳香是献给祭司的物件，祭司是代表人甲上帝中间的一个桥梁，是一个中保。亲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咱应该爱持守咱所宣认的信仰，因为咱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囝耶稣，伊已经进到上帝的面前，也就是耶稣基督通过伊的受死，互人甲上帝会当和好。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咱的中保，就是咱甲人中间的桥梁，咱甲上帝中间的桥梁。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有准备这个礼物，要互耶稣做你甲上帝中间的中保，接受耶稣，互咱甲上帝和好。而且，你有要利用这个大港节期、圣诞节期的这个时刻，将这个会当互人甲上帝中间和好的桥梁介绍别人。咱看咱的周报中间有真济咱伫圣诞节、大港节期所举办的这个活动。咱伫周间的中间，咱利用109号，最近拢有咧拜一到拜五拢有中昼顿的时阵，拢有即个共享午餐。咱准备一寡咖啡、一把茶饼，欢迎行过的人来礼拜啉一杯咖啡，咱来介绍耶稣基督的故事、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互因了解。即款活动，你敢有要介绍朋友来，互即个人甲上帝中间的桥梁，互这未信者联办。最后一项，咱会感觉真奇怪，为什么送木药，互一个出世的囡仔？咱理解，这木药是用树仔的叶所制成的一种香料，是犹太人用作药材，另外嘛用作保存死人尸体的物件。
啊，为什么送一个囡仔这个物件？其实这是一个真珍贵的物件，会当做礼物送人。但是这样若象征耶稣基督是一个受苦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为着罪来到世间替咱正人死，所以咱来理解，理解有真实明白，耶稣是经过受苦来承担人类苦难的救主。咱伫大港节期的时阵，毋是真欢喜安尼，互咱欢喜耶稣基督降生那尔。大港节期嘛是一个悔罪更新的节期，咱应该爱利用这个节期，好好来反省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而且将这款好的消息报互人知，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互阮透过东方博士伊的生命来学习，求主帮助阮，真实会当学习伫大港节期中间，准备敬虔的心，欢迎救主耶稣基督降临伫阮的中间，而且也尽阮的气力去传播这款好的消息，互众人也得到福气。我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下面，咱个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圣诗是新圣诗362首，新圣诗362首，记载伫咱的周报的第4页、第5页。我心神就欢喜起来，请起立。我心。
下面那边奉献。伫未奉献大声，我要代表少年教会欢迎今仔日第一摆来到阮中间的兄弟。伫外口，你若无写来宾的留名卡的，座位前有来宾的留名卡，请你听好，交互阮受奉献的执事，互阮有机会通介绍你，也认捌你。多谢。参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阮真欢喜徛伫你面前，将搁一摆来宣誓，将你所赏赐阮的恩赐，阮欢喜来献出来，也阮所赚的担保金钱献伫主你的圣光路用，安尼恳求，奉靠主耶稣名来求，阿免。请坐。牧师特别为大家补充报告吼，咱伫后礼拜第3场礼拜结束了后，12:50伫即个所在有一个演讲吼，啊，这演讲咱拄则有讲吼，这是吴伯忠讲义所举办的演讲，啊，因为伊有要准备简单的中道堂，啊，所以需要报名吼，所以请大家把握机会赶紧来报名，这咱请了真好的讲师甲咱做伙分享吼，啊也希望讲透过安尼来关心台湾的未来，啊，这是牧师的补充报告，多谢。咱做伙来吟上言，上言512首，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起立。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强受切恳。